收睇環球媒體。早前旺角花園街發生嘅大火造成9人死亡，有居民喺居民大會上面促請政府應該立法解決劏房問題。有議員話政府可以調高公屋入息限額，以減低市場對劏房嘅需求。較早前旺角花園街嘅排檔發生火警，火勢波及樓上嘅舊樓，造成9人死亡。鄰近嘅商鋪同埋排檔都受到大火影響而焚毀。事隔2星期，花園街部分嘅排檔解封，有商販重返現場清理檔口，點算損失。亦都有商販帶走一堆未受大火影響嘅貨品，希望減少火災帶嚟嘅損失。大火燒毀檔口嘅商品、鋪頭雜物，就連檔口嘅電器都燒到溶溶爛爛。另一方面，有排檔商販進行裝修同埋翻新工程，裝修師傅為大火燻黑咗嘅地方重新油油，以及換走日久失修嘅設備，以防再有事故發生。政府估計全港大約有4000棟50年樓齡或以上嘅舊樓，再次發生同類型意外嘅機會其實好大。有議員同埋市民都十分關注舊樓劏房所引起嘅問題。其實我喺度住咗咁多年啦，咁其實見到啲劏房情況都幾嚴重，因為啲人就越嚟越多，咁同埋之前幾次都不停試過有啲即係停電啊咁樣，咁我就好驚有啲電線短路，咁樣引起啲火警。咁其實如果走嗰陣都幾驚，因為而家咁多人即係咁多人住喺度嘅話，咁係咯，咁安全問題其實都幾擔心㗎。紅磡區議員任國棟希望透過增加公屋嘅供應，減低市民對劏房嘅需求。真正要解決呢個劏房嘅問題呢，我覺得就係話要增加多啲公屋，同埋增加嗰個公屋嘅輪候嘅入息限額同埋嗰個資產限額，咁樣呢先可以減低到劏房嘅需求。需求減少咗咯，咁咪可以讓劏房嗰個質素慢慢去提升翻咯。有區議員召開居民大會，討論大火嘅善後工程。有市民向政府表達對排檔商販嘅不滿。搬回花園街街市市政大廈3樓繼續營業，統一管理。只靠呢就排檔商販自律呢，真係呢天方夜譚。居民促請政府加強立法管制，防止舊樓嘅劏房再次釀成事故。環球媒體記者何仲浩報導。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